今日係5月5號星期二，歡迎收睇幾時每日新聞報道。今日嘅重點新聞有：五一黃金週有大陸旅客疑似拆咗麥理浩徑路牌打卡，引發網民批評佢刑事毀壞。事主聲稱路牌一早已經跌咗落嚟，事件陷入羅生門。宏福苑有247戶業主聯署要求召開特別大會，已經達到門檻，希望大會表決售賣業權或者原址重建方案。廉署日前拘捕一個法團主席、承辦商等7人，揭發有集團涉嫌透過隱瞞利益衝突同埋雙重身份，意圖獲取旺角、深水埗等地一共3項，總值超過2600萬嘅大維修合約。首先同大家睇下喺五一黃金週長假期入面，麥理浩徑路牌懷疑被拆走打卡嘅事件。事緣係咁嘅，喺五一假期期間，香港唔少郊野公園都人頭湧湧，但喺小紅書上面就流傳一張相，引發咗好大爭議。相入面見到有一名旅客，佢去麥理浩徑行山嘅時候，雙手抱住一塊原本應該釘喺柱上面嘅麥理浩徑路牌影相打卡。佢仲喺發帖嘅時候配上一句：這才是我要的遊客照。呢張相一出，隨即引起香港網民嘅猛烈批評。唔少人質疑事主呢種行為係咪涉及刑事毀壞，甚至有人好感嘆咁話：捱得過颱風都捱唔過五一，覺得呢件事簡直係香港被玩爛嘅縮影。面對排山倒海嘅批評，事主後嚟都有喺小紅書作出回應。佢解釋話，當時佢哋去到嗰陣，嗰塊牌已經跌咗落嚟。佢強調自己只係隨手拎嚟影相，絕對冇破壞公物嘅行為。不過，網民對呢個解釋似乎就唔係幾收貨。有網民揾返喺4月中旬，即係大約半個月前，有港人喺同一個位置影嘅相，當時個路牌仲係好地地咁喺上面，冇任何損壞掉下嘅問題。所以好多人就質疑，點解個牌喺度幾十年都冇事，偏偏事主去到就無啦啦會喺地下俾人拎嚟影相呢？其實今次五一假期，關於旅客喺郊區嘅行為爭議都唔止呢一單。好似喺西貢，有人懷疑喺浮潛嘅時候捕捉幾十隻海膽即場食用，被網民形容係海鮮放題，擔心會破壞生態鏈。另外喺鹹田灣，亦有露營客因為亂倒廚餘，結果被執法人員票控，要罰款3000蚊。轉去睇下，再有宏福苑業主發起集體行動。宏福苑有247戶業主，即係佔咗全院總戶數大約12.45%，向屋苑委任管理人合安物業管理有限公司遞交咗實體書面聯署，正式要求召開特別業主大會。根據返建築物管理條例，聯署人數已經超出咗不少於5%業主呢個法定門檻。呢班業主今次提出嘅訴求非常具體，主要係想促請政府交代清楚完整勘查報告，同埋搞清楚屋苑同宏業、紅藝之間嘅合約狀況。聯署文件入面一共列出咗11項議決事項，我哋為大家歸納咗幾個重點。第一，係要交代財務同埋保險，佢哋要求管理人匯報同前法團嘅交接進度，仲有屋苑同埋大維修財務狀況，仲有工程保險嘅跟進方案。第二，係關於居民嘅實質需要，佢哋要求政府准許業主多次返回單位收拾物件，同埋要管理人啟動退回大維修嘅餘款。第三，亦係最關鍵嘅，就係屋苑嘅未來方向。聯署要求政府公開全院8地樓宇嘅勘查報告，仲要就後續處理方案進行投票。選擇包括售賣業權予政府、參與政府樓換樓計劃，或者係原址重建或者重置。至於開會嘅安排，業主們希望可以喺週六或日舉行，場地要容納到至少1000人，仲預計個會起碼要開6個鐘。佢哋亦特別邀請政府派人出席，同埋容許傳媒喺現場採訪。根據法例，管理人喺收到要求之後嘅14日內要發出會議通告，同埋喺45日內召開大會。另外，聯署文件入面仲提到一個情況，就係上個禮拜有啲社交媒體同自媒體頻道喺聯署仲係保密階段嘅時候，就已經掌握咗內容，
甚至出現咗一啲針對業主同聯署代表嘅抹黑同攻擊。業主認為呢方面係需要嚴肅跟進嘅。呢場宏福苑火災引發全港關注樓宇大維修嘅問題，而廉政公署喺上星期4月27同28號成功打擊一個針對單棟樓宇大維修工程嘅貪污集團。今次行動一共拘捕咗7個人，分別係5男2女，年齡由37歲到75歲不等。呢班人嘅身份包括業主立案法團主席、工程承辦商東主，仲有工程顧問公司嘅董事，同埋佢哋聘用嘅註冊檢驗人員。根據廉署調查，各工程承辦商東主涉嫌透過親友暗中持有涉案嘅工程顧問公司。佢哋首先用低價攞到工程顧問合約，然後喺招標過程入面隱瞞承辦商同工程顧問嘅雙重身份同埋利益衝突，用意係想誘使法團最後揀返佢哋自己嘅工程承辦商去負責大維修。案入面涉及旺角一座商住大廈，嗰份維修工程合約價值大約2000萬元。嗰座大廈嘅業主立案法團主席懷疑縱容包庇，可能涉及貪污。不過，因為當時有業主對招標過程存疑，所以個承辦商最終係攞唔到呢份合約嘅。另外，被捕嘅註冊檢驗人員正職原來係做金融業，廉署懷疑佢並冇根據建築物條例去履行檢驗職責，但就簽署咗建築物檢驗報告。目前公署已經將相關資料轉介咗俾屋宇署跟進。除咗旺角呢單案，呢個集團仲試過用同樣手法，想攞埋另外2個位於大坑同埋深水埗嘅大維修項目。嗰2份合約價值合共大約600萬元。廉署強調，相關嘅調查仲進行緊，唔排除之後會有進一步嘅執法行動。數據顯示，上年一共收到467宗關於樓宇管理同維修嘅貪污投訴。雖然整體數字比之前2年低，但係單計涉及樓宇維修嘅投訴就有242宗，按年升咗大約1/3，仲創咗過去5年嘅新高。下一則新聞，家福會今日公布2026年香港家庭幸福指數。呢項調查已經係第4次進行。由家福會委託民意研究所喺今年1月至2月期間，隨機抽樣訪問咗超過2100名同家人同住嘅市民。首先睇下整體數字，今年香港家庭幸福指數係6.09分，比起2024年嘅6.06分，只係微升咗0.03分。雖然話係止跌回升，但喺統計學上呢個升幅並唔顯著，整體水平依然維持喺一般嘅類別。喺0至10分嘅評分機制入面，要達到7.5分先算係良好。而家6.09分只能夠話係僅僅合格。呢個指數包含6大範疇。研究發現，香港家庭喺家庭團結、家庭資源同家庭健康呢啲內部表現係明顯好過同社會互動嘅表現。當中值得留意嘅係生活平衡呢部分，由上次4.6分顯著升到4.79分。顯示市民處理工作同家庭事務嘅壓力有改善。不過，社會聯繫依然係得分最低嘅範疇，只有3.39分，仲係處於較差水平。講到收入同幸福感嘅關係，調查顯示貧富懸殊喺幸福感上面都反映到，家庭月入越高，幸福指數就越高。今年月入10萬港元以上嘅家庭，同月入4000港元以下組別嘅幸福感差距，由2024年嘅0.6分擴大到1.01分，而喺年齡層方面，40至49歲呢組人今年成為咗最唔幸福嘅一群，可能係因為佢哋正處於人生階段中需要承擔最多家庭責任嘅時期。呢份報告仲有一個重點，就係首度引入咗 UCLA3孤獨感量表，結果發現全港每5個人入邊就有一個屬於孤獨。如果一個人感到孤獨，佢對家庭嘅忍受程度會大大降低。喺呢啲孤獨受訪者入面，超過一半人話自己間中或經常想逃離家庭。研究更推算出，全港大約有52萬人正處於家內孤島嘅自我孤立狀態。呢班人既唔願意同家人傾訴，亦唔會揾朋友或者 AI 傾心事。講到傾訴對象，調查發現18至29歲嘅年輕人入面，
有40%幾人表示願意同 AI chatbot 傾偈，比例甚至高過同屋企人傾。研究又發現，每日只要同屋企人傾偈超過15分鐘，家庭幸福指數就會顯著提升1.19分。所以機構提倡健康係一家人嘅事，建議市民每日同家人相處至少2個鐘，並進行至少15分鐘嘅深層溝通。亦可以嘗試善用科技工具嚟促進關係，唔好等屋企變成一個個孤島。轉去睇下一單關於深水埗獨立書店一拳書館嘅法庭新聞。呢間書店同佢嘅負責人龐一鳴，因為舊年舉辦咗一場棟篤笑表演，被控違反公眾娛樂場所條例，涉嫌經營無牌公眾娛樂場所。案件今日喺九龍城裁判法院開審。喺2025年6月，2名食環署一級衛生督察喺 Facebook 見到一拳書館宣傳一個叫 Stand Up Comedy 第3屆101畢業表演嘅活動，仲標榜係自由定價。於是2名督察就放蛇扮觀眾，經電郵報名之後，喺6月29號晚去到現場。根據控方證人，即係嗰2位督察嘅供詞，當晚現場大約有50名觀眾，坐喺40幾張面向同一方向嘅交椅上面，現場有6名嘉賓輪流講笑話，配合肢體動作，而觀眾都反應熱烈，頻頻大笑。最後，主持人傳遞收費箱，2名督察分別捐咗100蚊。今日庭上嘅爭論焦點，主要落喺舞台表演呢個法律定義上面。代表被告嘅大律師劉偉聰指出，雖然辯方承認當晚確實有表演，但法例寫明係舞台表演，而舞台呢個字喺法律上有特定含義。佢引用咗牛津英文字典，將 stage 解釋為 a raised floor or platform， 高起的平台或平面，仲揾埋1943年版嘅辭海，話台嘅定義係觀四方而高者也。辯方強調，一拳書館現場並冇架設任何高出地面嘅舞台，表演者只係喺平地上面演出，所以唔應該被視為舞台表演。除此之外，辯方亦爭議棟篤笑嘅本質。劉偉聰認為，棟篤笑唔屬於法例入面提到嘅戲劇，因為戲劇通常要具備人物、情節、衝突3大元素，但棟篤笑往往只係嘉賓分享生活趣事。辯方仲提醒法庭，文化活動係受基本法第34條保障嘅，希望法庭考慮立法原意，作出對被告有利嘅裁決。裁判官莫子聰喺聽完雙方陳詞後，裁定案件表證成立。其實一拳書館之前都涉及過其他法律爭議，包括因為辦西班牙文班被指違反教育條例罰款32000蚊，同埋早前涉及售賣煽動刊物同無牌賣酒等案件。下一則新聞，尋日警方喺將軍澳拘捕咗1名就讀中一嘅12歲男童，佢涉嫌企圖製造炸藥。早前有市民舉報，話喺社交平台 Instagram 見到有人上載咗一段片段，片中人公然聲稱自己正在進行化學實驗，仲暗示已經成功製成炸藥。雖然相關片段已經下架，但警方接報後高度重視，隨即交由東九龍總區重案組接手調查。根據警方交代嘅案情，呢名男童進行實驗嘅地點係喺一個橋底，雖然嗰度比較偏僻，但其實就喺公眾休憩處同埋緩跑徑附近。東九龍總區重案組處理總督察蔡定光就斥責男童喺過程入面完全冇穿戴任何防護裝備，呢種行為係漠視自己同他人安全，萬一實驗失控，後果真係不堪設想。警方喺行動中檢獲咗一批實驗工具，包括打火石，亦喺網上相片中見到一啲被指係製成品嘅白色粉末。警方強調，喺香港製造炸藥係非常嚴重嘅罪行，不論數量多少或者威力大細都係違法。根據刑事罪行條例，一旦定罪，最高刑罰可以去到監禁14年甚至20年。警方呼籲家長同老師要多啲留意身邊年輕人嘅思想或者行為有冇趨向極端，強調要秉持見而即報嘅原則，及早介入先至係對受影響人士最好嘅保護。最後睇埋財經，恒指今日收市報25,898點，跌咗197點，跌幅有0.76%。
最值得關注嘅係，大市成交金額縮減到1222億元，對比上個交易日少咗超過30%，係自2月16號以嚟成交最靜嘅一日，見咗超過2個月低位。再睇埋其他指數，國指跌咗43點，報8730點，科指就跌0.94%，收報4929點。喺成個大市入面，上升股份比例大約30%，而下跌嘅就有超過40%。藍籌股方面，表現最差嘅係匯控，收市跌咗5.16%，報136蚊。匯控今日公布咗首季業績，稅前利潤跌咗1.1%，表現遜預期。不過今日亦有啲逆市奇葩，長和升咗4.13%，係升幅最大嘅藍籌，收報68蚊。盤中仲創過52週高位，主要係因為佢哋附屬公司出售英國電信業務，預計會帶嚟43億英鎊現金。另外，新股天星醫療首日上市表現非常驚人，最高見過299蚊，收報215蚊，收市飆升咗118.27%。而新百利融資因為有賣盤消息，股價仲誇張，收市升咗1.57倍。今日嘅幾時每日新聞報道就嚟到呢度，多謝各位收睇，守護真相，永不放棄。我哋嘅堅守需要大家大力支持，更加需要大家訂閱我哋嘅頻道。聽日再見。